伫新庄小提琴家陈庭玉的演奏这首《刻在我心里的名字》，感动人心的音乐，将为这个礼拜六1月15号的公益音乐会来宣传。由台南市商业艺文团体星星闪烁音乐设计，加社团法人台南市林主会共同主办，原创专协办的《遇见你，听见爱》公益音乐会。15号将伫台南的美术馆2馆的跨域展演厅来举行。虽然200张的票真紧就售完，不过现场将邀请大公国小的特教班学生来参与，希望透过音乐的疗愈，能够看到小朋友欢喜的笑容。这个过程有很多朋友的帮忙，然后有很多大家关心，这样的那么有意义的音乐会得到很大的回响。那我们也期待说，未来在台南能够再有第2场、第3场可能这些特教班的同学心中是不是以这种精神，让我们那个种子能够播种下去，更多有特教班的同学能够来参与以这种抛砖引玉的精神来把这个种子继续传播到各个国小、国中，甚至呢我们的那个大专。这次人慈会也非常感谢他们来支持这样一场公益音乐会。我想很多有障碍的人，但是透过音乐与艺术，会让很多的事情变得非常的无障碍。然后这一场音乐会，我相信可以让很多平常你没办法去参与一场音乐会，但是透过这一场无碍的音乐会，可以让更多身障的朋友可以来感受音乐的美好。那这一个部分也感谢所有人的一个参与跟支持。东港的音乐会将邀请全盲的钢琴家，同时也是金曲金马奖的得主音乐家黄玉祥，甲新庄小提琴家陈庭玉共同来演出。另外嘛有新生代创作才女歌手白灵的演唱，希望透过音乐，会用汇集鼓励人心的一股暖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